睇清楚啦，令牙！我將等級5嘅戈爾共巨像同埋石像鬼重疊，用呢2隻怪獸建立超量網絡，超量召喚！發生咩事啊？即刻現身啊！編號怪獸73號。跌入混沌嘅神聖水地，展現你嘅力量，徹底淨化混沌啦！激龍神淵圖，佢就係呢個遺跡嘅編號怪獸。咁樣嘅，嗰邊發生咩事咧？我哋行啦，艾斯蘭。咁嘅，離水。離水！神該靈啊！你真正嘅試煉而家正式開始啦！我個名係深淵，而家就係考驗你嘅力量嘅時候。衰人！我發動激龍神淵圖嘅怪獸效果，消耗一個超量素材，令佢戰鬥嗰陣攻擊力變成2倍。攻擊力竟然有4800點，咁樣一切都結束啦！上啦，激龍神淵圖，同我攻擊深海沙，最終降州。發動埋伏嘅陷阱克捉迷沙，佢嘅效果係我方生命值2000點或以下，而且受到對手怪獸攻擊嗰陣，除外場上個尾有沙字嘅怪獸，強制令到戰鬥終止。但係作為發動佢嘅代價，我要支付1半生命值。睇嚟你勉強捱過咗喎。我而家發動捉迷沙嘅第2個效果，喺戰鬥結束嗰陣，令之前除外嘅怪獸翻去場上，而且攻擊力仲會上升，數值等同發動卡嗰陣支付嘅生命值。喺最後一刻令到怪獸復活啊！好啦，我嘅回合結束啦。但係呢種程度嘅力量，絕對冇可能贏到我。